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顶礼拜台北市的中山女子高中的新闻媒少，差不多规礼拜拢有。中山女中是一间上100年的学校，伫台湾100档的国小较济，那中学都无几间啊。中山女中是安怎来的？又搁安怎发展？是安怎伊伫日本时代真重要？不过这个学校因过不是叫中山，咱做伙来熟悉日本时代的三高路。我要特别感谢买册佮留话给我的听众朋友，我都有收到台湾女性人物群像这本册，介绍16个日本时代的新女性，迄个时代背景佮因的生命故事。这本册到12月15一个礼拜日，那主本拢要是7、9折，这摆无印真侪本，所以这本袂囥去别个通路卖。要买的听众朋友，请为节目说明的文字遐有一个链仔刺落去，就会当看到更加详细的介绍。中山女中是日本时代出名的台北第3高等女学校，出名是因为迄当阵要读甲高等女学校的人本地就无侪啊，高等女子学校嘛真少间，所以袂少历史上出名的女性拢是为这间学校出业的。若讲台湾南北上早的2间女子学校，淡水女学堂甲新楼女子学校是外国传教士办的，为日本统治开始，因伫台湾开办新式教育的头一间女学校，就是中山女中的前身。这间上头是号做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的第一女子分教场，是1897年伫树林开办的。这间学校会办伫树林，甲当地的人文风气有关系，嘛甲日本人上早是伫芝山岩遐开办日本学校嘛有关系。这2间学校的地点正晏，进前伫277集捌讲过芝山岩的事件，大家会使先去找来听。话讲回来，这间台湾头一间女子分教场，若看资料，伊创校的时阵，全校收到的查某学生是48个，厝内做生理的学生啊较侪，做实人的查某囝较少。较趣味的是，这48个人平均的年岁是15岁，上侪岁是30岁，上少岁7岁，内面佫17个已经有结婚啊。这阵听起来感觉足奇怪，学生啊是安怎差这么侪？不过伫迄个年代，女子学校是足歹招学生的，无论是先来的外国传教士，甲后来的日本先生，头起先因拢就去厝内去顾正正的爸母，互因的查某囝出门去读册。所以这间学校拄开始的时阵，完全无限年纪，若是要去学日语的女性就会使啊。无共年岁学生啊要安怎教？因就甲遮的人分做2组，7岁到14岁一组，15岁以上的是另外一组。遮的人伫学校咧学啥物？虽讲主要是要教日语，毋过因真正日语课的时间无济，大部分是咧做手工艺，像学做花、插花、裁缝、做衫、绣花。迄当阵日本新社写的报告就有讲到，较少岁迄组对学国语科无啥物兴趣，毋过年岁较大的，因就会主动要求要学日语，而且有人真紧就会晓50音。这间第一女子分教场，过当当就改名，号做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第3附属学校，大家嘛叫伊树林女学校。内底都分做普通科甲手艺科，收的学生嘛有增加。伫日本时代初期，若是日本人甲台湾人读的学校无相共，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因的教育制度课程嘛无相共。像这间学校就特别教袂少手工艺。1905年，这间学校就改做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的第3附属学校。
变做迄时校一间受台湾女性的高等中学。1907年开始有中南部的学生仔来读，因会先住伫学校，也是新生的厝内，因为所在无够，后来这间学校怎迁去到艋舺龙山寺的边仔，宿舍就伫祖师庙内底。因上课的地点就是照艋舺公学校即阵的老上国小遐来用。无几冬，学生已经超过100人，也阁有40成的学生仔为外地来的。因为学生变阁较侪，因阁无家己的教室校舍，所以总督府后来就去西门町遐一个所在叫做后菜园，找一块地起新学校，就是即阵雷公街国立部校迄个地点。迄当阵就有人甲叫做第三女学校。以1915年开始，这间学校就起好，有家己的教室甲宿舍，无偌久学生就超过200人，主要也是拢住伫北部的学生啊。毋过为中南部来的学生嘛，拢有一个固定的数量。学校的每期也会收到日本籍的学生啊来读。这间学校较拄仔讲到讲，头起生是完全无限制送会使入去读，后来就规定就要写经历，要交户口调查，要做健康检查，也嘛看英国的成绩。为1915年伫西门町遐开始，就办入学考试，主要考日语甲算术。迄当阵高女的教育注重的是培养各项领域的兴趣，因目的是要培养从日本家庭内底一个有教养的负责人。所以学校内底有教理科、地理、历史，毋过嘛有教音乐、钢琴、美术、插花、地道这款甲文化修养有关系的课。过来就是新式教育内底的女子教育，特别注重体育，所以因有网球、倒球、爬山、游水这款课。也阁有就是因的课程内底足侪甲家事训练有关系，像讲因要教煮食，也阁会去请迄当阵上大间的餐厅、江山楼甲铁路饭店的厨子来教因。学校的课程真活泼，因会带学生去海边上课，会去远足去爬山，也阁会办去日本参观旅行。女学生的手工艺嘛受到真大的重视，像杨带织、28秀男者吴凤琪的牵手。这个节目足早进前捌讲过伊的故事。杨带织嘛是三高女出业的，伊阁去日本的美术专科学校去研究绣花。伊去日本读的是甲单亲同一间学校。伊伫日本读了回来，就入去伊的母校三高女教册，嘛变做迄当阵三高女内底唯一的一个台湾籍的新生。这个插花、裁缝、绣花的技术，毋那是日本人对女性的期待，嘛有足侪台湾人是介意的。三高女为着要招生，因嘛会举办展览会，就是展览因的学生的手工艺的作品，来吸引台湾爸母，互伊的查某囝去读三高女，继续读册。后来这间学校收的学生愈来愈多，学生的家境也变真好。以迄当阵平均资产来看，学生的家庭超过全台湾的平均真侪。内底有3成的人厝内是咧做生意的，也阁有2成是公务人员，也是自由业。厝内做事的学生就哪来哪少啊。这间学校也阁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自头起生出业的学生就有袂少人会去教册。就算早期读手艺考出业的人，因无受过这个师范的训练，因嘛去公学校教册。因为迄当阵足欠查某老师，嘛因为迄时女性也袂当入去国语学校的师范科读册，所以真侪女教师是拢为这间学校出来的。后来三高女也阁有增加师范讲习科，就是高等普通教育3档出业了后，
伊会使继续去读一档就有教师的资格。这一直到1928年台北第一师范学校正式收女学生才取消。迄时师范学校的查甫若是读3档，查某只要读1档。毋过因做新生的薪水嘛无相共，查甫领的加查某老师加诚侪。咱嘛会使问讲是安怎总督府无要搁去培养也是训练搁较侪的女教师。历史学家尤建明老师讲，这甲迄当阵的观念有关系。一个是女性结婚了就会辞职，而且大家嘛认为因结婚了上好是莫搁继续食头路啊。所以迄个年代公学校的女老师是教2-3档就会辞职，那安尼培养遮的人较袂好。毋过实际上台湾籍的查甫老师嘛是平均教3档就离开学校啊。迄当阵是安那遮的人拢留袂牢带袂牢，这我是无清楚。毋过这是一个值得去研究的问题。到1931年的时阵，全台湾的女子高等学校已经有11间，这间伫西门町的三高女伊的校舍煞变做是面积上小的女学校，伊敢若有嘉义高女的1/6，佮加上因的校舍嘛已经真旧，是柴起的，所以校长就去募款，总督府佮出钱，因就伫朱厝仑的上边头找到一块地。伫1936年去即阵的中山女中内底的2间楼啊，益生楼甲民久楼。所以这间学校是为树林迁到艋舺，佮起伫西门町，上路尾才到即阵中安东路的住址。而且伊嘛毋是头起生，就是高女，是先为教日语开始变做国小、中学，路尾才变做高等学校。日本时代台北州有4间高等女子学校，第一甲第二高女头起生拢敢若收日本人，敢若这间三高女是专门收台湾学生。伫战后第三高等女学校改名叫做省立第二女中，是一直到1967年才号做中山女中。第一、第二甲第四高等女学校伫战后拢总合并，变做即阵的北一女。第二高女即间的校舍就是即阵的立法院。日本时代也阁有一间学校号做台北女子高等学院，即间我用过拢甲头前讲的高女男做一伙，因为杨千福是即间学校出业的，伊的大汉查某囝林地美教授甲我讲，我才知觉到即间学校毋是即马讲的高女，是日本时代台湾唯一的一间女子大学。伊的校舍就伫即阵台北市国语实业小学。即间学校是因为住伫台湾的日本女性，因要继续搁去读专门学校，毋过无要转去日本读，所以因就要求请愿设一间女子高等学院。即间学校是1931年创办，来甲学生仔上课的拢是帝国大学高等学院的教授，毋过大部分收的学生仔拢是日本人。到要战争进前，真侪台湾人也无法度去日本留学，收的台湾人才增加。即间学校后来因为经费无够，甲战争的关系就停办啊，所以办学的时间无长，毋过出袂少高人。除了杨千福以外，作家杜潘宏格、女画家刘凤潮，拢是即间学校的校友。台湾女性人物群像这本册内底写的16个人，嘛有4个是三高女的校友。详细大家会使去节目说明的文字遐找到连哪点入去看。今日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恁若有任何的意见也是想法甲看法，拢会使写批来甲我讲，嘛请到宣传这本册甲这个节目，报互你的亲戚朋友知影。若要赞助这个节目，小工伫节目的说明内面有EC Pay的链仔，
真感谢大家今日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